其實而家咧個市咧，其實嗰個恆指咧係一個反彈嘅階段，記住係反彈就唔係話見底回升嘅啫。同大家分析過啦，今次嘅下跌咁啊，最主要都係因為咧就係呢個中美嘅貿易嘅糾紛啦，咁啊一個關稅嘅問題啦，咁所以呢啲問題咧而家都仲未解決嘅，咁啊所以未解決之下咧個市升嘅時間，我哋只係可以叫做反彈，因為作為基金經理啦，好多時咧喺一啲嘅反彈嘅時間咧就會部署下就換馬嘅，咁啊好明顯近排咧就係 AI 股開始換馬啦，咁啊啲資金咧就走向一啲醫療股啊，或者一啲嘅內需股啊，同埋咧一啲嘅叫做係收息股嘅板塊入邊，咁所以近排咧呢啲嘅股份咧個表現相對嚟講就比較穩定嘅，咁啊恆指咧去到26,000呢啲位置亦都差唔多噶啦，啱啱咧就今朝咧做咗個雙頂嘅，咁如果個雙頂形成到嘅話咧，下一個頸線位咧就大概位於25,584點嘅，咁如果呢個位置穿咗嘅話咧，好大機會咧就再進一步試翻落去25,100到25,200，咁到時呢啲位置咧，咁個直播率就會相對嚟講比較高噶啦，因為下星期咧我哋有4中全會，咁呢啲時間咧理論上咧就個市咧就唔會話真係太過差嘅啫，咁啊最多都係喺呢1000點中間嘅位置徘徊，即係25,000到26,000點，咁所以大家咧就可以呢段時間咧就開始檢視下自己手頭上嘅股票啦。咁我相信咧嚟緊今年嚟講11月、12月都仲有機會咧再進一步突破嘅，咁所以呢個時間咧就係叫有一個調整嘅階段啦。咁啊大家最緊要就係睇翻自己手頭上嘅股票啦。